日本国会图书馆的网站，甲咱台湾标作是中国的一个省。民众伫英文版的网页是看到 Province of China 的字样。即马咱台侨团体全日本台湾联合会的写批，互图书馆表达抗议。外交部已注意到英文版注册网页上的错误，并已立即指示我国驻日本代表处向该图书馆提出严正抗议，声明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要求该图书馆更正此一严重错误。专台人士讲，这是变款咧强迫咱台湾人去承认咱甲中国是同一家，这毋但是无符合事实，也真侮辱。外交部是表示讲，日文的这个网页有正确标示台湾是无毋对的，也毋过英文版是的确出现错误，所以即马已经要求咱代表处去表达抗议，希望讲会当赶紧改正。